依然来到主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赞美与敬拜，让我们将自己先献上。我们要一心一意的来到主面前来歌颂、来赞美上帝，也让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我们感谢你恩典，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掌权，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
够来到你面前来歌颂你，来称颂主你的名。因着你伟大的圣名，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大能，你爱我们，你恩待我们，你与我们同在，在每时每刻当中都帮助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需要有主你的恩典，有主你的同在。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里面更多的去经历你，更多的去领受主你的恩典，主你的同在。主，我们感谢你一直带领着我们，让我们时时来到你面前来赞美，来称颂。主啊，主啊，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感谢赞美你。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9月4日，让我们一起来读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3章第1节到第14节。我们要一起读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3章第1节到第14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城墙是这样重建起来的。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祭司同事们重建阳门，安好门扇，把它奉献。他们又筑城墙，直到百楼和哈南叶楼，把它奉献。耶利哥人建造下一段，因利的儿子撒科建造在下一段。哈希拿宗族建造了鱼门，他们把梁和门扇都安置好，又装上门栓和插销，以便锁住城门。哈戈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了另一段。米斯撒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修造了在下一段。巴拿的儿子撒都修造了在下一段。底格亚城的人修造了在下一段。可是城里的领袖拒绝督工指定给他们做的工作。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和米所代的儿子米舒兰重建了耶萨拿门，他们把梁和门扇都安置好，又装上了门栓和插销，以便锁住城门。基遍人米拉提、米伦人雅顿，以及基遍和米斯巴城里的人修造了在下一段，直到河西省长的官邸。哈海雅的儿子银匠乌薛修造了在下一段。自香料的哈拿尼亚修造了在下一段，直到宽墙。布尔的儿子管理半个耶路撒冷区的利法亚修造了在下一段。哈鲁摩的儿子耶大雅修造了在下一段。靠近他自己的家，哈沙尼的儿子哈图修造了在下一段。哈林的儿子马基亚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素修造了在下一段和卢罗。哈罗黑的儿子管理另一半耶路撒冷区的沙龙修造了在下一段。他的女儿们也帮了忙。哈嫩和萨罗亚城的居民重造了古门，他们把门扇安置好，也装上门栓和插销，以便锁住城门。他们又修造城墙440公尺，直到勒瑟门。利甲的儿子管理伯哈基里区的马基亚重建了勒瑟门，他把门扇安置好，也装上门栓和插销，以便锁住城门。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3章第1节到第14节，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
来领受、来思想今天的经文。
家平安。当我们在看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常常会有这样，我们会觉得，好像一直在重复某些东西，好像讲了很多我们不是很爱看的东西。但是当中也让我们去看，在这样子的修炼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圣经里面，其实很多事情都没有很详细的在记载。而在这样的记载当中，也慢慢让我们知道，有哪些人参与当中，哪个家族、哪个族群参与在这里面，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到尼希米把一些东西，因为他去寻了。我们前面经文有看到说，当他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第3天的晚上，他去绕了一圈。当他绕了一圈，他看清楚了，在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事。耶路撒冷城这样的修建该怎么做？所以当我们在看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把这些东西都分配出去了。而当这样分配出去之后，也能够让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在当中，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一些服事，我们并不爱参与在当中，我们都会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这些小事何须用到我？或这么难的事，我怎么做得起来？这些事情做起来这么累，为什么要我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这许多的事情，但在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感觉就是在许多事情当中，你要做不做？当你要做，你会找很多的方法去把它完成；当你不做，你会找出很多理由让你可以不去做。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我们常常在做与不做当中。而在这当中，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你一直在选择，而是你的心态、你的生命的情况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的某些情况当中，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都掉入那种不想做、我不要做、不要叫我做，然后在当中找了许多的理由，让你可以不去做。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在我们生命里面一直是在这样的状况出现。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这许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如此。当我们要进到一个事工的时候，你会找很多的理由进来；当你要离开的时候，你会找很多的理由让你可以离开。当然，最简单来说，我没有热情了，我没有负担了，我没有呼召。当你要进去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哇，上帝就是要我在这个位置，要我这样做。”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在这样事情的时候，上帝的感动临到他，他也放在祷告里面。当他看到这许多事情的时候，他也怜悯以色列的人，他为这些事情祷告，上帝就将这样的恩典，将这样的呼召放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或许你会觉得啊，这些门在哪里，这些墙在哪里，我不知道。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当我们可以去 Google 去找在哪个地方，大致上在哪里，有可能在哪个位置。当然，我们在看许多经文的时候，不管是在看中国历史书、台湾的历史书或以色列历史书，其实也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好像已经找不到，但是当中大约可以抓出一个轮廓来。所以当中，当我们在看今天经文的时候，他这边一开始这样讲说，城墙是这样重建起来的。我们之前在读经的时候有讲到说，当你要开始建造圣殿或修造圣殿的时候，其实需要有内在外在的一些状况，可能是个人的内在外在，可能是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内在外在，能够到某个平衡。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当他要开始修建城墙的时候，其实他也去看得清楚，知道这当中人与人的一些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常常也要去看人与人当中这许多的利益纠葛、利益关系，而在这当中怎么样去分配。当然，有时候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想的太多，让我们裹足不前。但是有可能让我们单纯的去做的时候，把一些事情分配出去，大家也单纯的去做。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在这样分配的时候，其实有些东西很单纯，但是有些东西也是经过了一些构思。在当中我们看到城墙是这样子重建起来的。
当我们要讲重建的时候，也就是它过去存在过。其实这也是让我们去思想，我们台湾一直在说复兴、复兴、复兴。当我们要复兴的时候，也要去思想，曾经兴旺过吗？曾经兴盛过吗？我们常常在讲跟着复兴、复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兴盛过，我们一直是这样衰迷的时候，你在讲复兴，大家看不到什么样的复兴。当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在重建，有些经文在讲到说他重建圣殿的时候，很多人痛哭流涕，因为他们想到过去的圣殿，他们想到过去的耶路撒冷，他们会痛哭流涕。而当建造起来的时候，他们再次看见的时候，也会很感动在当中，因为他们曾经见过。所以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曾经看过那个兴盛的状况吗？我们看过教会兴盛状况是怎么样吗？所以当我们在说重建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也是一样，或许曾经有过，或许我们没看过，但是过去的人一代一代这样相传下来，让他们听到、想象得到。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这些城墙、这些城门，虽然是毁坏、被毁坏了，但当中可以看到那个影子在，所以当中去重建。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所记载的是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祭司同事们，他们先开始来做，这很重要。从大祭司和祭司们，他们一起开始来做，所以他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去重建阳门，安好门扇，然后把它奉献。其实当我们去上课的时候，很多时候也很多的讲师、很多牧者也在讲说，当一个教会要开始重建，要从谁开始？也常说从牧者开始，从牧师开始。所以从生命里面来看，从牧者、从牧师、从这些服侍的人员开始来改变。所以当你愿意的时候，从这些开始改变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地区人就开始改变，人就开始聚过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开始重建、开始做调整的时候，势必从牧师开始。这边在讲到说，从大祭司以及他的祭司同事们，也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教会要开始重建的时候，要开始整修的时候，要开始动的人是谁？从牧师、长老、执事开始。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一开始的人是谁？是大祭司，是祭司们。里面有提到说，城里面的领袖们不愿意参与在这当中，不愿意去做被分配的工作。这也让我们看到这当中有一些问题存在这里面。然而，当我们在整个经文看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城墙修建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教会，我们都会觉得很可惜。一个教会，不管是在硬体被整建起来了，或在软体当中被整建起来了，但是有一些逃兵，他们没有参与在当中，他们得不到这样的荣耀，他们得不到这样的恩典，他们无法参与在这里面。所以在这许多事情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成为逃兵，有很多的人成为那搅扰者，但是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人参与在这里面。在今天经文当中，其实在第3章里面，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人、非常多的家族参与在这重建的过程。而在这整个重建里面，一开始有大祭司、有祭司同事们，他们来重建，他们开始来动手。这边讲到说，他们又筑城墙，直到百楼和哈兰叶楼，把它奉献。所以他们先把这个阳门修建起来，然后又接着往北，把它旁边的这些从阳门开始这些城墙，把它
重新又重建了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教会祷告，我们要为着牧师祷告，为着牧师的家庭，为着我们长老、执事的家庭来祷告。让我们这些同工，让我们的牧师，让我们的长老、执事以及他们的家庭，都能够参与在上帝的工。当这样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要参与进来，我们就要参与在当中，不是一直找理由，不是一直躲到不知道哪边去，不是一直在那当中出手做搅扰败坏的事情，而是要出来成为带领者，跟着上帝的脚步来走。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大祭司和祭司们一起来做，他们把它做好了，奉献了。接着下一段的是谁？是耶利哥人。下一段的是因利的儿子撒哥。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一群人，一个家族一个家族，一个社群一个社群。所以当中接着下去，然后哈希拿宗族，也就是这个家族的人，这个宗族的人去建造了营门，把他们善都安置好，装上了门栓，插销，以便锁住城门。接着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另一段，米斯撒别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米舒兰修造了在下一段，巴兰儿子撒都修造了在下一段。我们看到这样子，也就是尼希米把这些分配出去了，这些同工们他们把这些事情都分配出去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事工里面都会有人说：为什么是你？我做不是你做。好的，为什么都你拿，不是我拿？做事情都是我做，不是你做。当尼希米这样分配出去的时候，会不会还有人在说：怎么都分配给我们？尼希米你怎么不来做？这就是搅扰的声音。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你也要跟我做一样的事情啊。然而这当中我们看到尼希米他们把这些事情发配出去之后，每个人手上都有工作，每个人分工合作，每个人都参与在他可以做的事情。就像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事工是这样，大家一起来分担。在一场礼拜里面，我们有许多的人，包含司琴、司献、司礼、招待等等的，都有许多人来承担。在各区块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区块也包含了儿童、少年、青年、成人、妇女等等的，有许多区块，对内对外都需要有一些人来承担，来负责。我们把这些分出去，大家分工。如果所有事情都由尼希米来做，我想这个门，第一个门，阳门就要做非常的久，甚至做不起来。但他带着人来做的话，他的同工，或许他带着他的核心同工，一个一个来做，可能也要做很多年。但是当中我们看到这边一直在提到说，哪一个宗族、哪一个家族、哪些人参与在这里面。提哥亚城的人修造了在下一段，这当中我们看到提哥亚城的人，他们修造了下一段，可是城里的领袖拒绝督工，只给他们做的工作。这样可能是提哥亚城里面的那些领袖，他们不愿意顺服在当中，或者是说耶利哥耶路撒冷城的这些领袖不愿意。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事情里面，还是有一些人，他们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常会说孩子挑食，挑这个吃，挑那个吃。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很多人在做事工的时候也是一样，
在服侍的时候挑这个挑三拣四的，挑自己想要做的，挑比较轻松的，挑比较能够吹冷气的，可以挑什么怎么来做。很多时候我们都挑这个挑那个，而在当中也让我们去思想，究竟我们在做什么。其实我们都已经失焦了，很多事情我们都失焦了。而在当中也让我们再次回来思想，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为什么而做？许多时候看到的是为着要做给人看，为了要做给人看，是这样子吗？他这边继续提到说，巴西亚的儿子耶尔耶大和比所带的儿子以苏兰重建了耶沙拿门，他们把梁和门扇都安置好，又装上门栓插销，以便锁住城门。基遍人米拉提、米伦人雅顿以及基遍和米斯巴城里的人修造了在下一段，直到河西省长的管理。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样一段一段的修建，一群人去做，你做完了你就可以休息了。可能你的比较宽或比较窄，比较高或比较低，是门是墙，每个人做的不一样。但是每个人、每个家族、每一群人都分配到他该去做的地方，就认真的把那个地方把它做起来。当大家一起做的时候，很快都可以做完。当你做完，你可以休息，别人也可以休息。他做完他的，他可以休息；我们做完我们也可以休息。而在当中，我们可以去找这许多的材料，大家分工的时候，这事情很快的就可以完成。这边今天讲说，他还养儿子银匠乌薛修造了在下一段，制香料的哈拿尼亚修造了在下一段，直到宽墙。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一段一段的修建过程当中，一直从东北角的阳门，一直到西北角的宽墙，这样一段一段的被修建起来。这很长的一段，就这样被修造了起来。布尔的儿子管理半个耶路撒冷城区和利法亚修造了在下一段。哈鲁摩的儿子耶大雅修造了在下一段，靠近他自己的家。哈沙尼的儿子哈图修造了在下一段。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边一直记载了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群都有他们各自负责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里面大家去从事这一些，大家这样分工合作，大家都有分配的地方，其实都不是一个人，一个人是代表性的一个人，一个宗族、一群人、一个工班。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在做建筑的，或者说在做装潢的，其实都有他各自的工班，一个工班一个工班，他也不会把所有人的名字都点出来，可能只写老板的名字，可能是写那个师傅的名字，这样的工班把它提了出来。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了他们这样分配，他们就这样一直修筑，一直修筑，一直做。这边提到了，已经做到了西边的炉楼、古门。这当中也讲到了哈罗黑的儿子管理另一半耶路撒冷城的沙龙修造了在下一段。而在当中很特别的是，他的女儿也参与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去把人名来提出来，有哪些人参与在这里面。其实当牧师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其实我很多时候并不愿意特意的去举出哪一些人，因为将这样荣耀归给上帝。但这也是牧师要调整的，可能在某些时候我们要特定的去指出某一些人，而这当中也是牧师软弱，因为在当中看到有许多的人被提出来的时候，别人会有那很不屑的，会有某一些眼光或语调去做一些不好的举动，而这样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生命去对焦。
其实许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跟那些领袖常是一样，当牧师讲的时候，就会想要去反驳，就会不开心等等的。其实都是我们在提的时候，我们需要去鼓励某一些人，而真正另外某一些人的时候，我们讲出他的问题，讲出了你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去反省的，而不是听到就生气。很多人问题被提出来，常常是直接的就生气了，常常是就开始不开心。你凭什么讲我？你为什么讲我？等等，就找了很多的理由。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当我们在做门训的时候，有参与在门训那些人，应该会感受到很多事情是直接提出来，要你去调整，要你去面对你的问题。其实有许多人受不了，因为他不想被讲。而在当中，我们可以去思想，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他的问题，但不想去面对，不想去处理，更不想别人知道。而在这样的问题当中，势必是需要去做处理，势必是需要去调整。而在这当中，有很多人做了很棒的事情，其实我们也是需要去把它讲出来，去鼓励。而透过鼓励当中，也希望去带动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在当中。后面继续在讲到说，哈嫩和萨罗亚城的居民重造了我们，他们把门扇安置好，也装上了门栓和插销，以便锁住城门。他们又修造城墙440公尺，直到勒瑟门。所以当他们这样修造的时候，其实有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又做了很长的一段。今天经文的最后讲到说，利甲的儿子管理伯哈基里区的基玛雅重建了勒瑟门，也把门扇安置好，也装上门栓和插销，以便锁住城门。所以当中，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可能还没有结束，但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记载了从东北角一直到南边，从北面到南面，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城整个的左边。如果我们画图习惯性的话来看，就是西边左边的地方，今天记载这地区的墙已经被修筑起来了，从东北角一直到南边，整个被修建了起来。当然，后续经文也会继续讲到说，整个东边的这些门、这些墙，也被普通的家族、不同的工班去把它修建起来。所以，当这样在做的时候，可以去思想到说，当我们参与在这些事情里面，上帝知道，当有这样的同工去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参与在这里面？在许多事情里面，我们都会很自以为是的觉得，我要做我想要做的，我要选我想要的区块。但是更多的是，我们需要来思想，你要做什么？你要做的是不是上帝要你做的？我们需要先回到上帝面前来降服在当中，让上帝来带领。而上帝的带领也常常是要让我们顺服在这许多的带领者当中，在这许多领袖，在这许多领导者在带领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顺服在这里面？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许多事情当中，真的我们需要参与在这里面，需要这许多事情，我们是愿意委身进来，不是一直以自己为主。所以在这样的服侍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一直大家进来服侍？其实有很多的层面，一个是我们回应上帝，一个是在操练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的生命愿意更加顺服。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顺服在牧师，顺服在谁？
更重要是我们顺服在上帝面前。所以，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是如此，在修剪你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一起在敬拜的时候，在小组、在灵修、在培育课程、在门训，在许多地方，其实都是在修剪，其实都是在操练，都在调整。常常我们都觉得谁在攻击你，谁对你怎么样，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需要回来对焦在上帝面前。我们是需要回来上帝面前，让上帝来带领。很多人都会觉得，因为教会需要人，需要钱。但是当你开始在服侍，他也在参与在这许多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不竟然是教会需要人、需要钱，而是我们需要透过这些摆上来跟上帝连接。我们需要透过这些摆上、这些操练、这些门训，来调整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当中，是因为我们需要，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弟兄姐妹，让我们参与的当中，回到上帝的面前。在今天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在重建圣城耶路撒冷城，在这些重建修造的过程当中，何尝不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需要做这许多的调整，甚至是我们的生命在当中重新的被建构起来。这也是一种献祭的过程，也是一种回到上帝面前的一个旅程。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再回到上帝面前来思想今天的经文，来默想今天的话语，让上帝对你说话，让上帝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调整你的生命。
主，我们感谢你恩典，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你，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摆上的一切，不是因为上帝你的需要，而是我们生命的需要。就像当初拣选了耶路撒冷城，建立了圣殿，不是因为主你需要住这些地方，而是因为你的人民需要。当圣殿的重建也是如此，是因为人们的需要，而不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参与在这许多服事与奉献，也让我们回来看，不是因为上帝的需要，不尽然是因为教会的需要，而是因为我们需要这样来做，来回应你。所以让我们对焦在主你面前，让我们愿意委身在教会，让我们愿意参与在这许多的服事里面。当我们在当中透过服事与你对话，透过每天灵修回到主你面前，感谢主，你这样爱我们，你这样的祝福在我们当中。主，我要为着今天的聚会来献上感谢，为着每一个参与的人，不管在现场，或透过线上，或透过重播，也让我们去经历到主你的恩典。主，我们要将这些都摆上，愿主你赐福与带领。主，我要将我们教会交在主你手中。当我们在修造我们的教会，在重建我们教会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从牧师、长老、执事、同工们，都能够参与这次里面，愿意一起来重建倒塌的城墙。感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愿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回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让上帝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愿上帝赐福于你。